繼續。咁日戰之後就開始政府開始積極咁種樹，咁之後3種植林三寶，第一就係台灣相思，第二就係木麻黃，第三就係我都唔記得咗係乜嘢 ，Happy 哥係咩啊？第三種係紅膠木。紅膠木我都唔知係咩嚟嘅。係啦，咁呢棵就係台灣相思啊！佢最特別嘅地方，紅膠木見。點解叫台灣相思咧？佢第一次發現就喺台灣啦。有見過，有見過。第一次發現喺台灣就唔代表佢喺台灣嚟嘅，咁都係即係外來品種咧，係佢啲葉嘅，即係之所以叫相思，因為佢係對生嘅啲葉，即係同一個枝入邊生兩條出嚟對生，所以佢叫相思啊呢個名。咁另外一種就係佢啲果實係一種夾果，即係好似荷蘭豆嗰啲形狀嗰啲果實。同埋仲有樣好得意嘅嘢就係無意中發覺嘅就係你插破佢嘅樹皮，佢都係會好似有流血嘅跡象。有啲咩可以講咧？冇乜嘢補充嘅。點解叫台灣？